因多年来，几多人士陆提倡保育守护山苗嘅观念，大部分嘅人覺得守護搶睇苗栗嘅大白浪油，其實喺南投沒有守護喎。本單做藝術家處理嘅彭淑美，38歲今年某某瘋飆腦筋，好得性命保黑的，沒認真一擺嘅意外，而對人生方向有為無窮樣嘅想法，想要為台灣一塊土地做對為有意義嘅事情，故所一路多轉去家鄉南投。同當地農民聽轉型做有山耕種，能夠推廣綠色保育鋪頭。一過程當中，已經發現到原來南投沒有守護，開始落實去保育守護。以至呢，南投縣有山守護農作促進會，想要為守護前進安全的故事所在。農場嘅生態同豐富，睇得到各種蟲鳴調叫，也係吳俊賢轉移整個4年來嘅成果。他已經撿了幾隻那個枝過來的，長太密了，所以就沒有來。長太密沒有來啊？不怕飛不出去，對不對？不曉得。連調位都到農場動工嘅高速巷準備為做到，種地讓單位嘅環境有幾好嘅。不過轉到家鄉嘅青年農民吳俊賢，條下馬會進行用友善嘅方式來耕種，未同福康人有異同人呀。基本上，像我們這邊原本都是慣行嘛，你要跟他講說不用農藥的話，基本上他們就回你3個字，就是不可能，因為畢竟他們說用習慣了啊，不用藥的話，通常是沒有辦法收成的，所以說。一開始要勸導他們做這個，其實是蠻難的。總共耕種人會做一道類式，全意是嚴冬好忙，剛開始冇用傳統嘅方式來耕種，老一批嘅農民食材看唔過忙。像以我柑橘類來講的話，那個產量真的是跌得很嚴重，所以當然家人就是擔心這一塊，所以也就是。一開始就是因為擔心這一塊，所以才不讓我做的。但是現在做一做，其實慢慢有一點點起色，家人也比較能去接受這個東西。經濟上會沒有辦法打平，就是打平都沒有辦法打平，還要去平衡它的收支會比較難，所以我們才會想說，協會這邊、促進會這邊想要做的是勸導農民的是減藥，就是一下不要讓農友的經濟整個拉下來。日照的關係。它看比較白，比較亮一點。比較亮，比較白這樣子。這是帝王芭樂，它不是珍珠。吳俊賢為到兒童環境嘅空間無用藥嘅，沒有通過綠色保育鋪頭嘅認證，經過亞調高層，其中了解到原來家鄉有守護，故所家人彭淑美成立嘅友善守護農作促進會。彭淑美係下邊嘅靈魂人物，為攞來做保育守護。為公眾儀式建構嘅新名教館。我原本是藝術家助理，對，然後在38歲那一年，是因為腦幹中風，啊，那個時候就會很想要做一些，比較有意義的事情啊。後來就因為透過朋友，然後介紹啊，知道綠色保育這件事情，然後就約了那個吳俊賢，我們一起去聽說明會，然後聽完說明會以後就開始。一戶一戶去拜訪農友，對，晚上的時間去拜訪農友，然後去跟他們談綠色保育，然後跟保育石虎的事情。經過一面上下，佢嘅想法也有轉變，佢嘅 team 委託南投種了31個點來推廣綠色保育同保育守護。他們的土地都搞不好是1、2甲，要不然就好幾分以上這樣子啊。因為那個一下子轉做綠保的話，會影響到農民的生計，所以我們會大概就請他拿5分或者是幾分地來做，這樣0.5分也可以，這樣子，就是面積不要太大，對，先試做看看，因為他必須要慢慢轉型。協會成立34年過後，也下大概有45戶農場加入，其中有20戶已經拿到綠色保育嘅鋪頭，其他還同嘅轉移當中。它不是蚜蟲嗎？薊麻。是薊麻嗎？薊麻寶寶。
农民爱进行，前先就会爱了解按样的嚟做生活方式，韩国爱了解按嚟做唔系打乱就健康。我常人讲啊，俩总头人讲啊，之前2片吼是2万斤呢，啊2摆我数137斤，数137斤，无要紧，3年，本来3年老几个数会休起来，哈，其正经其恢复个自然的数的时间，基本大过日本啊，嘿，我唔讲体人年，我最少看佢3年。 我都讲2条人哈，而家走去无腔嘛，哈，2对有片的，都一定要站下留家紧绑起来，几条都无效。第七家作为系错嘅，就勇敢去做，每认真加入协会，故所也可以上唔识单人通马做到回事。 其實團隊成對我哋物解咗唔少嘅人，我哋都對我哋再要遇到嘅種嘅前輩好謙滿嚇，裝備佢會搞人啊，還有呢，都講大家都會互相關心來關心去。啊，天意師傅家族還有隻好處，講佢會安排依度嘅種嘅我哋唔曉得做嘅，佢會安排依度嘅課程幫我。第三呢，佢會幫我哋去賣我哋農產品，係喺呢度。 轉型做些都好，包括申請綠保，然後整個過程，還有他們整個農場的一些，比如說病蟲害管理這些，他們有時候也會到這邊來查資料。對，我們這邊有很多那個農友那個有機資訊的一些書啦。然後在這裡的話，我們通常除了公司以外，我們還會幫農友做網絡行銷。協會先推廣牧羊按導育嘅。 天天嘅教農民拿到養殖保育嘅票條，喺講在個經過提升中心嘅評估，還拿起到友善生活農作嘅票條。協會每會安排本期去參與調查，希望更加了解菜地嘅生態。就是生態的深度調查，也是希望說在農場裡面架設自動相機，然後下去拍石虎是不是來田間做利用。 還是說其他的野兔啦，這些野生動物，它們也會來到我們的田間。我們想要去收集這些資料。比類協會未計劃鼓勵農民學家來生產雞卵，韓國用生父來安養嘅，用一種方式好本農民喺進行期間會有天貼嘅收益。按嚟做就保護係生父本身嘅蔬菜，農民也卡唔是按多少，愛拿乜嘢來食做。